要在此卑下之言，姑母想来四方愈好。今日渔翁三生啊！姑娘们，快把酒水备上，结果为他也享用。别两张增添了武汉风光，特别是找潘二姑娘，更是才貌上街，聪慧过人啊！妈，哈，可是这次的玫瑰杂碎哦，这比起来呀，还是我们宋营长姑娘温文秀丽，真正的点点的像着故事嘛，杀人喜悦哟。黑啥？有个叫安福的秀才，对他指定一片，你指定终身了。业界就算真配得起牡丹，只是此地方香。哎，这女人嘛，就应该像草姑娘那样的咋睡的好，哎，这有味道呢。草姑娘，我想你都快想死了。好，那我先敬你3杯，为你相思之苦。一缕春风不分明，3杯玫瑰呀，别风光。等到谁都说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啊？但等专人红烛啊醉，我来做的自难他。我要好好敬你一杯啊！帝君现场观照，小人为谁别唱？姑娘们，唱起舞来，跳起舞来，这个为大爷好好搂一搂啊！金杯牛簪最流丽，一步一步美金花，风花雪月在一旁。今天我自
想之中，多的只是同仇奉承、虚伪。唉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置信的人呐！独自心早经无处不知啊悲，今已难走比离呀退。一美女4次岁，一生同仇呀，全虚伪。可疑的人儿难寻觅，只因团结。娘开，请我们大爷娘姑为子，不可无礼。莫要惊吓了祖家姐妹。孙兵美人眼下，把花房草家进。这位大爷，你是？在下人周三。宋娘也曾愿其众位姐姐的芳名，今日有缘相遇，不知能否与众位姐姐交过份？能，早就听说了，最大官人乃是城州府里很有名的大富豪，平日相亲都请不到你，今日上当这里呀，真是喜从天降啊！姑娘们，快去追大爷敬酒啊！
妈妈，区闻名，卷宗究竟。周太爷来去请啊！陈公图，陆玄机，万口之力，从君子。他风月场中家私分。将他洗。康儿，康儿快来，接周大爷请酒啊！妈妈，难道周大爷这样的贵宾到来，你给多备些酒菜？对，如贵客到来，自该多提些酒菜。妈妈，这天吃酒菜的事啊，谁也不见妈妈你拿手。这里有我和营长在，保管不会冷落了周大爷。那周大爷就交给你们啦。可千万不能得罪大财神了。周大爷，你坐一位，我去就来啊。妈妈请你坐。谁家？你当先君作为姐姐。作为姐姐呀，姐姐是雨中上我神仙家，花中无用地呀香，仰慕深深长思念，水里梦里千人啊长，今日里得到爹娘为知音，愿从此恩情马儿上相伴。周大爷，请上美酒佳肴。营长，你这周大爷吃什么呀？算是酒菜呀。呀，这些酒菜招待别人上课，招待周大爷岂不得嘛？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哦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？至少要有特别的美食。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周大爷，这是我们宜春园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，请周大爷享用。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原来是碗面，姐姐，你叫周大爷吃面？是啊，这面呀，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吃。姐姐，这不是普普通通一碗面，它是宜春园之宝甜面面，名上之人不能用，比那非常之人能上里。
请崔大爷，请崔大爷，崔大爷，好，崔大爷来，请。崔大爷，快上看啥吧？崔大爷，你好一点了没？好多了，都在营长姐姐。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，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。扎手的圆圆的，温柔的买牙根。这样美人能到手，望我前面迎春梦，此呀。崔大爷，叫崔大爷多不了，来，尝尝刚出炉的美味。哦，不，以春园的美味呀，谁下早就尝过了。尝过了。妈妈，为报答众位姐姐的受尽宽待，谁下想接受谁以成用。不知妈妈可否答应？答应！哎，姑娘们，崔大爷，请啊！你不要再这了，相公，你把我的腿啊都转晕了。我能不转吗？我不转就想不出办法，想不出办法，营长就要讲进哪个？这谁？哎呀，相公，他家他的，你姐有什么用啦？哎呀，我能不接吗？我有营长情深你从啊！可营长姐姐从来也没有说过这辈子非你不嫁呀。对，他家他的与我有什么相关呢？相公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想通，我怎能想得通呢？想当日潦倒年轻啊，空留才华子皮笑，风尘出世营长年，恰是那醉郎不去微笑桥，他为我无心为长伤，我心此梦谁
强心酸，成高。相公，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怪营长姐姐，要怪啊，都怪那个嘴舌有几个臭人。营长也喜欢剑？咦，这世上哪有个不爱贤的啊？这是营长姐姐，她也是个神嘛。不，营长不是那样的神，一定是嘴舌他花言巧语。我一定要找营长征求他的灵王。哎呀，相公，相公，算了吧。你忘了那次你与营长姐姐争吵时，他不是说过吗？他家什么人与你不相关，可你也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得进这一城院一步了嘛。我那是期望。古人云：饥不择食，荒不择路，饥不择野马。冬儿，去敲门。我是不敲这个门的，我可不让你说过多少次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又来了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言而有信，我是不敲这个门的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哎呦！冬儿，你去敲啊！我谁不丢这个脸呢？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就是不去。你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凭着盼儿姐姐，再听营长，再听盼儿姐姐的话。对，我去找盼儿姐姐去。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盼儿姐姐几天前怎么外头去了，还没回来呢？哎呦，盼儿姐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我出门不过数日，晚秀才就是此牵挂我。当心我告诉营长去。哎呀，不，盼儿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不，你救救营长，救救营长！哎，你一会儿是救你，一会儿是救营长，你到底要我救谁呀？还不是为了营长姐姐养家追噻。营长要嫁追噻！哎呀，盼儿姐姐，我对营长的心你是知道的，你好歹要劝说营长为心转意呀！营长故从什么逃？情丝混混把心掏，可叹他年轻多是恶人心，难猜难想，最终到可闻追财太奸刁，不禁偏向自今朝，到如今两一骨头也许全，不用他风月场中落笑啊呀！万岁爷，你先不要着急，给我进去找他。哎呀，都是盼儿姐姐，都是盼儿姐姐。你向外请赐教。
自祈祷，满园牡丹为我叫啊！银子，是潘姐姐。哟，原来周大爷也在这里。我准备银章上花呢。周大爷，我与营长有些话要说，请周大爷相望暂息。姐姐有话谈，叫我方，我与银章嘛，早就不分彼此了。姐姐，虽然他刚刚向小妹求婚了，你答应了？妈妈已收下我的聘礼，银章他马上就是追夫人了。不，营长，你不能叫起他，不能啊！你忘了3年来天子命，你忘了两情相依定是情，把衣袖在手平安，青云雨露，总能上天庭。上天梯登基的虎年我有着急，虽不听催生老千层远等我起，面面情意我牢记，转转思念刻心底，昔日营长不心意，只愿风尘太苦气。风霜风尘苦有期，也不能为他风尘乱自欺。烟花洒草风绿塔，哪有什么真情意？好人家真用风尘女，路边柳正在园里。看一看匆匆出嫁的姐妹，哪一个修得帅过的面戏，多的是痴情女儿早抛弃，多的是我一男儿在可惜。营长啊，哎呀营长啊，问银子结爱都要想仔细，切莫要一时冲动，与人高中害了自己。虽然他对我是真心的，他对我一往情深深似海，他对我温柔体贴常实情，他为我早成财官还当算，他为我对笑谈天千愁味，他使我从此跳出风尘外，他让我自莫成佛心爱这样的人儿真贵，这样的人儿真配开，姐姐呀，有钱不是财，有情最可贵。
姐姐，这些已想对你敬重万分，你为我是此委屈我的营长的一片真心。什么？我委屈你？营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这就要问你的主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拿着山药上从你胃中丢出来的。小鼻子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！冤枉啊！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盼儿姐姐，我与你无冤无罪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冤枉我？张为也戏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违反恩许罪，有意插上我与营长。我正在出身名门望族，家教严谨，怎会上于这等误会之问？我正在对天发誓，堂上我正在争着过花花公子，对营长不忠不顺，我管罪无赖红顶，不得好事，誓不长生之地。营长，这种鬼地法子，我们难道见得完手吗？营长，你啥子不信我？我今天就跪死人这里。要跪，那你就跪吧。营长，我们走，营长，他们啊，跪吧你！哎呀，我们嘴大爷怎么跪在地上啊？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妈妈，你营长他不相信我就不起来。妈妈，他喜欢跪，那你就让他跪嘛。哪有人喜欢跪的？哎呀，嘴大爷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营长啊，营长，你真是现世谁家的好福气，遇上了最大贵人这样的大好人，你怎么还不信他呢？哎呀，妈妈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营长跟他是花花公子，那么请问你老人家是哪家的名吧？我对营长是真心诚意的呀。真心诚意，真心值多少钱？能折成1000两银子，替营长说什么？诚意算得了什么？能变成一座桃花桥，来迎娶个烟花女子。告诉你，如今这个世道，金钱虽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妈妈，陪我告状一会儿。等你告状啊，营长早已退休了。对了，我信你。好，我们走。营长，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。他是个贼佬，我是医生，我是他的夫人。虽然我们走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要出入当中，欢欢喜喜的走。好，我只能走到花桥去。走走。风筝
今后看起往年在兄等中回来不讲来不衣裳齐齐成礼裳，红花轿喜月亮，缤纷彩灯，喜洋洋啊！轿中新娘她是谁？难猜难想今日我风尘送银章。这曾经梦中想过多少回，一旦成真，面酸苦泪汪啊，多谢苍天赐真因啊！今世我有情有义，有财有势是一郎啊！从此离开风雨场，从此再不可凄惶，从此有了自己家，从此我堂堂正正扬眉吐气，把头昂啊！大红花轿前面迎，高头大马后面跟，阿娃台上迎娶樱花呀女。哎呀，咋没人知道周大爷里面对过心？做事有想不妥当，妙计了一在心，去的是心头痛，去到手指是无分。对吧？哎，这钱少了，这追了也不容人，已经。
哪去？去吧。开玩笑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快点去。咦，怎么过一声没有了？是的，丁娇，丁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大爷，蔡国水文怕死了西山，委屈死了，不能进人。我与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听都不听，转身就跑了。错在，这分明是要加税，叫他们信就是了吗？我周大爷今日出庭，还在乎这一些事吗？还不快与我走回来！哎呀，早就走远了，追不上了。什么？追不上了？啊呀呀呀呀！这也冷冷清清的像什么样子？还委屈我的夫人了。不行，你与我去追！哎呀，夫人，不要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不为难他，可要委屈夫人你呀。这也怪不得这郎你的，没有姑爷虽说冷清，不是还有这桃花轿吗？一样稀奇。一样稀奇，一样稀奇。夫人，事情没有姑爷，你得叫众生是欺门，不是下轿来散散心吧？这怕是不妥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我严守上去，岂不美哉？此次谁意在啦？夫人，随我来。来，过来！什么事？我们家少夫人年龄在的饺子东倒西滑，弄得他头昏脑胀。我要你们来了，我们带就带了10几年了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，稍微东倒西歪点，谁拿去？对吧？这钱少了，我追了一半路人已经堵着你们了。哎，是你叫我们追的，又不是我们自己要追。你不接钱，我们就不追。好，算侬狠。好，先拿去，去吧。一会儿定了不要，一会儿又不要饺子，你到底怎么挖心了？你我真是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，激动心，激动心，但愿夫妻永相亲。小家伶仃如满，层层顺风。我的夫人就来了。夫人，那我们当讲。大爷，小夫们趁小弟不注意，偷偷的跑了。跑了？我觉得他们这么多银子，居然跑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大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心急他们急，这些人啊，我对得很你。事情没有饺子，叫我夫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脚，难道叫我追着去吗？哎，哪有叫夫人追着去的道理？哎呀，这，
身上吗？而已。哎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进城给夫人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崔郎，你要先进城？啊，夫人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引宫内去布置婚礼，给少夫人一个惊喜吗？什么惊喜？非要崔郎你亲自去布置不可。夫人，我在以苍云人说过，要让你过得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，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啊。那你就去吧，那夫人你我去。好，此次我就先行一步。夫人，你要跨手来呀！我这就来。烧了锅呀不要紧，醉了轿夫不伤心。只要郎君心意好，名长官员多不平啊！夫人，请我们走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快一点。夫人，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啦。哎呀，真的到了！妻子自举不把家门进，为什么人情情不见人情深？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连个迎亲的人都没有？老爷夫人在京为官，家里的人啊都跟着去了。难道连个奴仆都没有吗？大爷吩咐奴仆们在儿女不许这样，迎接少夫人呢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郎君离你走，别出心裁迎亲城。万事不对呀！里面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哪有说起这样的欢闹气氛？哎呀，就是这里啦，进去啊，你就知道啦。进去就知道了。这难道也是崔老外面的惊喜吗？若是惊喜恰生忐忑过丧尽门。
衙门官着。这是我开的店，你家进我，世尊就到这里来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怎能不进家门进店门？这就是家门。到了家，你还不听话，真是不争妇道。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一定要与我讲个明白。要不说怎么样？要不说我去走。来了万小姐，简直是做梦。小宝贝，我的家你是不能去的。我嫁给你，为什么你的家我不能去？因为家里有着有臭有凶有霸道有厉害的母老虎。母老虎是谁呀？世尊是我的夫人了。夫人？他有夫人？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夫人啊。那我算什么？你们是我养在外面的小老板，花钱买的一只金丝鸟，金丝鸟藏在外面的小老婆。不，这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！你当我？当你又怎么样？我便是收购了那只母老虎的钱，现在轮到我扬眉吐气了。你这个骗子！骗！是你心甘情愿要嫁给我的，是你欢天喜地走到这里来的。我骗你，是你傻！要不是我那个臭老母有一个当大官的弟弟，我早就已经踢了他的。他不许我拿钱，我偏要来go。金屋藏金，小宝贝，只要你乖乖的答应我会对你好的，你看现在我是多么的温柔。可要是你不听我，滚走出去一步，我最大爷的滚走！可不是吃素的。按照我们周家的规矩，女人进门都要先当5人10位棍来呀，家法是何？天哪！这虽是我要找的是一郎君，这虽是我天天盼着的美满生活，这就是我的福分啊！晴空霹雳，晴空霹雳。
曾在
又丑又凶的母老母，这才骗了营长，营长一定伤心欲绝。我们晚一点去，就救不了营长了。哎呀，相公，营长姐姐不是说过吗？有的是啊，是好是坏，他自己承担。哎呀，他是说过自己承担，可是我还是要去救他的呀。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他是他的老婆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朋友啊。朋友？就算是朋友，那你怎么去救他？君子以礼服人，我与他评理，要他写下休书送营长回家。那他说不肯呢？不肯，那我就去告。告他什么啊？告他骗婚呢？骗婚？相公，他有大官又不做靠山，这怕你告不下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不要多讲了，反正我要见营长一面才放心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相公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哎呀，相公，这里有家客店，我们进去坐一会，吃口茶吧。哎呀，我要喝什么茶呢？相公，吃了酒，喝了茶，你才有好精神去见营长姐姐呀。对呀，那我们就去洗一位。小二，来我热茶。没有，哎，这里是客厅，怎么会没有热茶？只有凉茶，没有热茶，要吃先拿单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有你这样招呼客人的吗？什么样的客人嘛，就有什么样的招待。像你们这样的客人啊，也就是此招待喽。狗眼困神的，信不信我杀了你的老板？啊！龙哥，龙哥，你管不管不管？哎，董儿，董儿，哎呀，董儿，你不能胡闹了。我们喝了茶，还要管路你呀！哎，小儿，舅舅们我一壶凉茶啊10文铜钱，啊，有10文钱呐！那吃哪到？好，10文，就10文。相公，哎呀，董儿，付钱。相公，你总是这样好欺负。不是，你相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但我真是睡不好了，快去。哦，我要10分钱。那，相公，行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口渴得很，下来倒碗水喝。吃好了，先上去啊。哦。呀，这不是营长吗？营长，哎呀，营长，我是害羞的呀。光来兮。
就你所谓何老爷，我与你患难与共，心相牵。我要以酒色求人命，要他向你所在应，他什么强权人才是。总算把天下衙门先告遍，我听了正义故事被劝着，让你从今天休在不要脸的妻子，总是给不了妓女的本性。请滚！就说你尽管当营长，我的老婆就是大事，我法度不过，
关你屁事！明确万骗，将营长当成这个样子，你老老实实放他回家便罢。要不传，怎么样？我就去告。告我什么？宋营长是我明媒正娶的，没有上峰一纸宣书，谁管这？谁管放？倒是我要告你！什么骗子都不讲道理，道理有什么用？你讲道理，大营长怎么不嫁接你？一个把不义勇的就算输的，外公跟我讲道理，跟我抢老婆，我先当你这个推人老婆的小子！我要当他！你王光武是他，好，我就把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给切当！我与你配了！你哎呦！哎呦！你哎呀！大爷！哎呀！哎呀！大爷！你是造谣他吧？大爷！你造谣他吧？大爷！你不想？哎呦！大爷！包子的！你发罪！告诉他儿姐姐，我知道这样我对不起他，我当他，你发罪了，我们来处理你！不哭。
你是营长最好的姐妹，你一定要救她呀！是什么最好的姐妹？想当初，她为了那个周三，差一点要与我拼命。万事凡事时机正当，你说我还救她做什么？啊，不去，不去！啊，你不去？对，非得我不去，我劝你呀，也不要再去想她了。哎呦，我怎么不想她？我要一想起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就难过，我的心就哎呀，心痛又有什么用？她是人家的妻子，你又何必事情烦恼，自讨苦吃？你忘了她当初对你的谢情吗？不，我没有忘。看来姐姐，营长本是个善良圣洁的姑娘，她也是被骗的哟。你难道对她一点都不冤吗？我怨我自己呀。怨自己屡次不忠难抓归，故而营长可期待，他为托风尘家走散，不是父亲是母难，我心儿在痛曾记盼，盼他月光他所归，谁料他孤女扶郎来，我也是独立娶她出驸马台，今日营长的白玉爱，安秋人一关谁责难开wei他一往情深，不愿啊回，句句言语真心为呀，书生意气上自知，更何况无名好姐妹。看来姐姐，营长口口声声是对不起你，他已经后悔了。难道你就不原谅他一时糊涂吗？只见他英勇憔悴泪不光，只见他一门不盼痛懊悔，结拜情人竟有在十数年啊，万难情意真好配。今日乱气不相救，要落一个一笑桃源终身归。看来姐姐，你到底救不救营长啊？能救吗？营长他最多拼力刻孤寂，实在三岂能轻易放他为呀？他那里有权有势有势，我这里无权无势真抗对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现在，哎呀，现在，小凤，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救人啊？写死一位吧。写什么写？人都快结死了，姐又有什么用呢？那我就去告。从来衙门把事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呀。为他们拼命，议论间
以过礼了吗？这世上咋要供你在，你早该上元节的等你来呀！哎，就是总要上元啊，像我家像我这样讲究就能10来个去的人啊，何况也做不了大官的。那我还要管考做什么？我要读书做什么？冬儿，你把我的书统统的拿来，我把它烧掉。小红，傻的吗？先上京观考，想让营长鼓上诚心实意的好日子，可是君呐，书中不见黄金楼，能装能进也是轻云飘荡长无用，那好你挖空充公。做什么事，做什么人，念什么经，写什么空，我满腔来门我称上，那么有石头送。男人的书啊，是好比是女人的烦恼事，早就该读少了。哎，对，相公没有了书啊，就不是书呆子了。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。哎，相公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抽筋了，不会动了，烧不成了。你的手不会动了，我来不成了，帮你。你烧吧，我拨款就是了。相公，现在后悔，我来得及哦。称赞，像我安秀人，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岂为后悔？那我真的少了，
去，扫扫扫。还要我再请一只母老虎，哎呀，这是不好玩的哟！哎呀，相公，本来你不是好去冲天的吗？怎么到了现在又胆小起来了？我不是胆小，我是怕连累盼儿，我紧张哦。哎呀，怕连累，当初你就不要叫我去搬救兵嘛。
现在盼儿姐姐人来了，办法也想出来了，你到岳父是乱想起来了。我不想了呀。这盼儿姐姐的胆，为什么有那么大？他为什么来了？我是有点担心。相公，告诉你吧，就是因为两只老虎之中啊，有一只是又沉又笨的母老虎。盼儿姐姐，谁有把握你？这只母老虎可是最厉害的哟！最厉害的母老虎遇上了盼儿姐姐这只花狐狸呀，它就变成了纸老虎。哎呀妹呀，童儿你真聪明！家常出骏马，去为财马。对付追随这只色狼呢？不要说是追随这只色狼，就是我这只还没长大的小儿。哎呦，别到了！闭嘴！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只要有人来帮着马车上的东西，立即告诉安相公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有我在啊，误不了事的。那我走了。
小儿哥哥，烦劳你通报一声周大爷，就是他的旧相识来了。哦，啊，天仙！哎呀，天仙下凡了！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！哦，哎呦，大爷，天仙下凡了！大爷，天仙下凡了！什么天仙下凡了？哎呀，哦，大爷，天仙下凡了！天仙下凡了！天仙在哪里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，大爷不欢迎客人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原来是胖儿姐姐大小黄历，岂有不欢迎之理？胖儿姐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儿，啊，哦，这次来，我是特地来对本大爷的呀。对本我。是那日3月3路边一位，我就对你一往情深，对我一往情深。胖儿姐姐，你真会说事。像我这样一个贼呀，怎会是你胖儿姐姐的亲人？要是我猜得不错，这次来，不是为一杀报仇的不成？我是来报仇，来报情仇。情仇。周大爷，我漂亮吗？真美，是你一把句讲话，这一句是不折不扣的真话。那与宋营长相比，哪一个更漂亮？是算是你哟。那你为什么娶她而不娶我？胖儿，我早是忠心于你哟。你这冤家！马身最是小冤家，不为我心里自作他，无边几番将一团，女儿心里成呀。知道。谁知晓我为此为客情所成，回来惊闻你人婚啊家，心中新娘不是我，意中人成了心中啊花，
费心机把你姻缘插，我又当恶人遭眼骂。你欢欢喜喜回家去，我冷冷清清空牵挂。可不相思难逃家，情缘家遥在天涯。今日里将一番苦楚，万般情意先表文。冤家呀，快你把我人当呀，哎呀冤家，哎呀。冤家家，是真是假难分啊晓。若信他，只怕这圈套；不信他，信仰又难熬。一步之处要长大，我万事小心谨慎莫记差。多谢姐姐深情爱，无奈是去了营帐难为呀报。我的营帐到一旁，提起营帐心很伤。盼儿想来是花中归，此时真将从未诉苦他。谁料想他同我所谓新婚嫁我，反正了他小娃，此恨此仇心中挂。我不报此罪我是不大。原来是此人。唉，女生啊女生，总是忘不了丈夫切磋，连上胖儿这样的人都打不过，这倒将我们乱生见了个别扭。胖儿姐姐呀，就是对你早就养成乃是从容为隔壁啊长，今日里长相思抱你十动荡。好，我叫小儿去买喜酒。喜酒我带来了，就在门外的马车上，叫小儿搬来就是。那我叫小儿去买点金用的红缎。红缎我也带来了。你怎么钱都带来了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把媳妇家当都带来了，就是为了与你做一个大对夫妻。你呀，小儿，把喜酒红缎搬进店来。晓得。第一杯喝过
同心意啊，我再你一步。二杯酒要荧光，夫妻情一方面啊长，大地偕老不分离，关爱深深是海洋啊！恨满堂，千元万人送进账。我要你一梦就诉将他陪，要他跪地泪汪汪。休说！哈哈，少胖儿啊，少胖儿！原来你还是为宋营长的羞辱而来，我先系上了你的当勇。小儿，快替我把美酒暖包围车上去！你这是，计算他也不相信，我苦为求可终身。这是猜猜而已，不必当真。从来能猜就有你，心中有你言不真。好，不猜也不你。好，那你就与我行。他花了不少心思在弄大手的，他娶我来，你不亏本。你们好歹都是姐妹嘛，与他恩待你在你羞在人，看来你心中还不傻。不，原谅你，我还有什么杀不得的？这是写休书吗？小儿，替我把美酒暖包围车上去。跑吧！与他无谋转为真。好，我去。小儿去比你来。好，你说一句，我就写一句。小妻宋营长，不虽无道，不敬丈夫，难与其不受监牢。故列此休书，从今后暖婚与家各不相关，列休书人就是好了，休书写好了，没有手印。好了，这还差不多，没了，就给东方化作了吧。是要东方化作，此刻就叫他滚出门。好，来呀，把那奸人与我讲下来。这下你总满意了。我要亲手交给他，当面搜索他。好，都
依你，哎呀，多依你。大爷，唤我有什么吩咐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呀，是派姐姐，派姐姐，你是来报仇？报仇？姐姐，谁是你的姐姐？我早与你恩断义绝了。拿去，这是大爷赏给你的。休书，哎呀，姐姐，休书，大爷把你休了，我要他为我早征才官，万当算。对呀，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吧！哎呀，大爷，你不能许我啊！你要是许我，我还有脸面啊！我就是要你没有脸面。对，快滚吧！胖儿，我们走。走。对，营长，我们走。好你个傻胖儿！来你我是在骗我！你那么喜欢骗人，我偏骗你有何妨啊？营长，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姐姐，我先走，看看到底谁里？哎，来呀，文章大人，我周大爷今日要升迁了。大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来了。他怎么会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去了。万秋生，你是周岁末日我要讨小老婆，是吗？不过有假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周生，你请我滚出哦，去！下，原来是我的夫人来了。夫人，请坐。不要信已经，有些人是你默认我要讨小老婆。没有的，是他们诬陷我，想骗我现在。真的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快来呀，我们等得急死了。哎呀，大爷，我们已经过交杯酒了。是啊，个狐狸精啊！周生，你个晚上哦，他小老婆。没有的，赢我冤枉！夫人啊，我被人倒碎罢了。可是夫人你是当官家之女，岂能容忍这两个风尘女子来欺负你的丈夫啊？夫人，我们夫妻只是为家在身。来呀！把他们两个抓着官府，送银死后，绝不轻饶。冤家说的有理，
是为家在身，再生我们万万之家，岂能受奸人欺负？来人，将这2个奸人带到衙门死审。且慢，夫人，我们带了贤夫家当来投奔大爷，正是我们偏贤，分明是大爷偏贤偏色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了他们乱人的当呀！对呀，不是他们骗你们乱人，是你这个乱人骗我们女人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有你这样好的夫人，不柔情也不柔蠢，待我也好，我为什么要骗他们？是呀，他一个这样的好老婆，为什么要骗你们啦？哎，因为他说我们比你漂亮，比你温柔，比你苗条。我不漂亮，我不温柔，我不苗苗条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，你把大爷吓得声音都变了，这怎么叫温柔？这怎么叫体贴？哎呀，夫人呐、暖人生来不爱呀问，朝三暮四是本性啊，啥要丈夫长相守，温柔体贴最要紧。他是知子，你是奴，三从四德记在心，切莫要颠倒阴阳忘根本，瞎了他的人，丢了他的雅文，还落得个母老虎的骂名。哎呀，实在太难听啊！母老虎太难听。夫人，你这个小没有良心的东西！骂你声他也老，粗心你这混账，能比我一番真心的对你呀，抢了的母老虎的骂名呀，顽强懦夫难成打死你！哎呀，夫人！哎呀呀，当为这让夫妻心更伤，劝你莫当哑子王王一个温柔像娘他自愿自愿好，我今天就给他一个温柔下。这噻，我不当你了，我也不骂你了，我会去禀告弟弟，请他在温柔的监牢里给你布置一个温柔下。我天天温柔的拿一份温柔的鞭子，温柔的抽一抽，再用温柔的棍子，温柔的挠一挠，好不好啊？好，不好啊！夫人啊，说话讲得好，家既水尽，家狗水狗。夫人，我不能让你多受狂妄啊，夫人。当个女人真苦，明知你是怕
你。唉，像我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偏偏找了这样一个不懂温柔的男人。请我回家，从今以后，这是我对你温柔。好好好，夫人最温柔，夫人最温柔。不要派温柔的马匹，走，请我回家。温柔情。他们醉了，我们也怕。走。上是称兄恨，逃不得目苦愁难终一生。姐姐呀，救生救情可用情，方觉才愿他虚荣如路人，千劫犯恩定一杯啊。竟不顾世道间，父亲的长思把神欺呀，有情的且受苦恼间，无力的常常转发现有理的偏偏难开言，是非黑白总颠倒，欺算逃出宽语言，身在乱世仆仆间啊，真家先靠亲手点，模样洒在空泪里，多强在抗天抗地抗神抗鬼抗出人间。害怕，他刚才死了的是我事先准备好的假休书。那真休书呢？真休书，喏，在这里面。太君，你真聪明，应该。一曲风雨，去风尘，路上行。
都怪那个追婿有几个丑人。营长也喜欢剑？咦，这世上哪有个不爱钱的呀？这是营长姐姐，她也是个神嘛。不，营长不是那样的神，一定是追婿他花言巧语，我一定要找营长征求他的灵王。哎呀，相公，相公，算了吧。你忘了那次你与营长姐姐争吵时，他不是说过吗？他家什么人与你不相关。可你也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得进这一城院一步了嘛。我那是期望。古人云：饥不择食，荒不择路，妻不择野马。冬儿，去敲门。我是不敲这个门的，我可不让你说过多少次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又来了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言而有信，我是不敲这个门的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哎呦！冬儿，你去敲啊！我谁不丢这个脸呢？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就是不去。你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凭着盼儿姐姐，再听营长，再听盼儿姐姐的话。对，我去找盼儿姐姐去。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盼儿姐姐几天前出门外客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哎呦，盼儿姐姐，你怎么晚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我出门不过数日，晚秀才就是此牵挂我。当心我告诉营长去。哎呀，不，盼儿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不，你救救营长，救救营长！哎，你一会儿是救你，一会儿是救营长，你到底要我救谁呀？还不是为了营长姐姐要嫁追婿。营长要嫁追婿？哎呀，盼儿姐姐，我对营长的心你是知道的，你好歹要劝是营长为谁转移呀？营长故从人木桃，情丝昏昏把心好。可叹他年轻多是恶人心，难猜难想，最终到可闻追婿太奸刁，不仅偏向自寻找，到如今两一骨头也许全，不用他风月场中落笑啊呀！你先不要着急，给我进去找他。哎呀，都是盼儿姐姐，都是盼儿姐姐。
营长。有钱能使鬼推呀梦，有情花轿花着腰，风月小姐思绪大，满园牡丹为我娇啊！营长，是潘姐姐。哟，原来周大爷也在这里。我准备营长赏花呢。周大爷，我与营长有些话要说，请周大爷相望暂息。姐姐有话谈，叫我方，我与营长嘛，早就不分彼此了。姐姐，虽然他刚刚向小妹求婚了，你答应了？妈妈已收下我的聘礼，营长他马上就是追夫人了。不，营长，你不能叫起他，不能啊！你忘了3年来天子命，你忘了两情相依定是情，阿姨修在世平安，青云雨露，总能上天庭。上天庭登基的虎年我有着急，虽不听催生老千层远等我起，面面情意我牢记，转转思念刻心底，昔日营长不心意，只愿风尘太苦气。总算风尘苦有期，也不能为他风尘乱自欺。烟花杂草风雨卡，哪有什么真情义？好人家真用风尘女，路边留真在园里。看一看匆匆出嫁的姐妹，哪一个修得传国的面戏，多的是痴情女儿遭抛弃，多的是我一男儿传可惜。营长啊，哎呀，营长啊，问银子，姐儿都要想仔细，切莫要一时冲动，与人口中害了自己。虽然他对我是真心的，他对我一往情深深似海，他对我温柔体贴常实情，他为我早成财官还当算，他为我对笑谈天千岁为，他使我从此跳出风尘外，他让我自莫成佛心。
潘安姐姐，这些一向对你敬重万分，你为何四次委屈我的营长的一片真心？什么？我委屈你？营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这就要问你的周郎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拿着山药上从你怀中丢出来的。小鼻子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！冤枉啊！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潘安姐姐，我与你无冤无罪，你为什么要四次冤枉我？张为演戏啊！我明白了，你是违反恩许罪，有意插上我与营长。我正在出身名门望族，家教严谨，怎会上于这等误会之问？我正在对天发誓，堂上公正在争着过花花公子，对营长不忠不顺，我管是无赖红顶，不得好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营长，这种鬼地不是我们难道见得完手吗？营长，你上次不信我，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要跪，那你就跪吧。营长，我们走，营长，他们跪吧你。哎呀，我们走到有这么跪在地上啊？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妈妈，你营长他不相信我就不起来。妈妈，他喜欢跪，那你就让他跪嘛。哪有人喜欢跪的？哎呀，周大爷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营长啊，营长，你真是现世现在的好福气，遇上了周大官人这样的大好人，你怎么还不信他呢？哎呀，妈妈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营长跟他是花花公子，那么请问你老人家是哪家的名吧？我对营长是真心诚意的呀。真心诚意，真心值多少钱？能折成1000两银子，替营长说什么？诚意算得了什么？能变出一座桃花轿来迎娶个烟花女子？告诉你，如今这个世道，金钱虽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妈妈陪我告状一会儿。等你告状啊，营长早已退休了。对了，我信你。好，我们走。营长，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。他是个贼人，我是医生，我是他的夫人。虽然我们走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要强如大鼓，欢欢喜喜的走。好，我只能走到花园去。走走。风灯雨
幸福长，夫妻比齐双啊比。兄等着回来不讲来不一场奇迹成离场，红花轿喜月亮，缤纷彩灯，喜洋洋啊！轿中新娘她是谁？难猜难想今日我风尘空，送银章。这情景梦中相过多少回，一旦成真，面酸苦泪汪啊，多谢苍天是真因啊！今世我有情有义，有财有势是一郎啊！从此离开风雨场，从此再不可凄惶，从此有了自己家，从此我方方正正，扬眉吐气，把头昂啊！桃花轿前面迎，高头大马后面跟，桃花台上迎娶樱花呀女。哎呀，咋没人知道周大爷里面有个心？做事有想不妥当，妙计了意在心，取的是心头。
们家少夫人念你们吹的鼓一声像乌鸦叫啊！不要你们吹了。哎，我们玩这一行已经10几年了，从来也没有人是我们吹这样乌鸦叫。少啰嗦，接拿去，对吧？哎，这钱少了。这追了也不弄人，已经堵着你们了。是你叫我们吹的，这是我们自己要吹，你不去点呐，我们就吹下去。好，接拿去，是吧？开玩笑啊！哎，兄弟们，快点去。咦，怎么鼓一声没有了？是的，听讲，听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大爷，采过水文怕死了西山，委屈死了，不能进人。我与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听都不听，转身就跑了。错在，这分明是要加税，叫他们信就是了吗？我周大爷进得去听，万岁府这一些事吗？万不快与我走回来！哎呀，早就走远了，追不上了。什么？追不上了？呀呀呀呀！这也冷冷清清的像什么样子？太委屈我的夫人了。不行，你与我去追。哎呀，夫人，不要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不为难他，可要委屈夫人你呀。这也怪不得这郎你的，没有姑娘虽说冷清，不是还有这桃花轿吗？一样稀奇。一样稀奇，一样稀奇。夫人，事情没有姑娘，你得叫众生是欺门，不是下轿来散散心吧？这怕是不妥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我言虽上去，岂不美哉？此次谁意在啦？夫人，随我来。来，过来！什么事？我们家少夫人念你们家的条子东倒西滑，弄得他头昏脑胀，不要你们来了。我们在这待了10几年了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，稍微东倒西歪一点，就拿去。对吧？这钱少了，我追了也不弄人，已经堵着你们了。哎，是你叫我们追的，又不是我们自己要追。你不接钱，我们就不追。好，算侬狠。好，先拿去，去吧。一会儿定了不要，一会儿又不要饺子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挖心哟？你不正是天生一对，地上一双吗？激动心，激动心，但愿夫妻永相亲。小家伶仃如兰，层层顺红。我的夫人就来了。
那我们当讲。大爷，轿夫们趁小弟不注意，偷偷地跑了。跑了？我见了他们这么多银子，居然跑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大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先接他们钱，这些人啊，滑头得很呢。事情没有饺子，叫我夫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讲，难道叫我追着去吗？哎，那也叫夫人追着去的道理。哎呀，这，等我夫人上马而已。哎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进人，给夫人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翠郎，你要先进人啊，夫人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引宫内去布置婚礼，给少夫人一个惊喜吗？什么惊喜？非要翠郎你亲自去布置不可。夫人，我在以苍原人说过，要让你过得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，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啊。那你就去吧。那夫人你，我去。好，此次我就先行一步。夫人，你要跨手来呀！我这就来。烧了锅呀不要紧，醉了轿夫不伤心。只要郎君心意好，名长官员如云啊！夫人，请我们走。夫人，请。夫人，快一点。夫人，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啦。哎呀，真的到了！妻子自举不把家门进，为什么人情情不见人情深？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连个年轻的人都没有？老爷夫人随军回国，家里的人啊都跟着去了。难道连个奴仆都没有吗？大爷吩咐奴仆们在女不许这样，迎接少夫人呢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郎君为你走，别出心裁人心诚。不对呀，林儿，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哪有说起这样的欢闹气氛？哎呀，就是这里啦，进去啊，你就知道啦。进去就知道了。哎，
三子，把大门关上。这是我开的店，你家进我，世尊就到这里来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怎能不进家门进店门？这就是家门。到了家，你还不听话，真是不争妇道。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一定要与我讲个明白。要不说，怎么样？要不说，我去走。来，娘开，敬我们大爷娘姑为子，不可无礼。莫要惊吓了众家姐妹。孙兵美人眼下，把花房草家进。这位大爷，你是在家人最周三，宋娘已曾愿及众位姐姐的芳名，今日有缘相遇，不知能否与众位姐姐交个朋友？早就听说了，最大官人乃是陈州府里很有名的大富豪，平日相亲都请不到你，今日上当这里呀，真是喜从天降啊！姑娘们，快去崔大爷敬酒啊！妈妈，区闻名，卷作酒人。崔大爷去请啊！玄机，万口之地从君子。他风月场中家私分，我官真官家将他西。难道周大爷这样的贵宾到来，必该多备些酒菜？对，有贵客到来，是该多提些酒菜。妈妈，这天吃酒菜的事啊，谁也不见妈妈你拿手。这里有我和营长在，保管不会冷落了周大爷。那周大爷就交给你们啦。可千万不能得罪大人，是我了。周大爷，你坐一位，我去就来。妈妈请你坐。谁家？你当先进众位姐姐，众位姐姐呀！姐姐是雨中上我神姐家。中无用地呀香，养母深深上思念，水里梦里千人长，今日里得到爹娘为知音，愿从此恩情马儿上相周大爷吃什么呀？总是酒菜呀！呀！这些酒菜招待别人上课，招待周大爷岂不得嘛？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豪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？至少要有特别的美食。特别的美食。周大爷，这是我们宜春院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。请周大爷享用。
别的美色，特别的美色。原来是婚礼，姐姐，你叫周大爷签名？是啊，这里呀，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签。姐姐，这不是普普通通一官名，他是一城院子到天亮明，名上之人不能用，比那非常之人能上礼。恭喜他一结团圆，有应上次甜蜜。饮水相望，初相遇，何必错落可相比？有缘人结了甜蜜蜜，从此一生为甜丝蜜。周大爷，周大爷。我去，好，周大爷，来，亲亲呀！他将八方你眼下，叫声又是担心又怜惜。哎呀，周大爷，你是要快好看啥吧？一日了，他出最好，他给周大爷拿出来。周大爷，想想初配甜蜜蜜，天生一对好主啊妻。周大爷，请。周大爷，周大爷，好，周大爷，来。周大爷，快好看啥吧？周大爷，你好一点了没？好多了，都在营长姐姐。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，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。扎手的圆圆的，温柔的买呀干。这样美人能到手，不枉我前面迎春梦，是呀。周大爷，叫周大爷多不了，来，尝尝刚出炉的美味。哦，不，以春园的美味呀，这下早就上锅了。上锅了。妈妈，为报答众位姐姐的受尽宽待，这下想接受这一春园。不知妈妈可否答应？答应！哎，姑娘们，周大爷，请啊！
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不要再这了，相公，你把我的腿啊都转晕了。我能不转吗？我不转就想不出办法，想不出办法，营长就要讲进哪个？这些，哎呀，相公，他家他的，你姐有什么用啦？哎呀，我能不接吗？我有营长情深你从啊！可营长姐姐从来也没有说过这辈子非你不嫁呀。对，他家他的与我有什么相关呢？相公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想通，我怎能想得通呢？想当着了到年轻啊，空女才娃子比较，风尘出身营长你，恰是那贼狼不去比下桥，他为我无心为长伤。我这次梦碎把心交，3年4年生死海，相知相恋缘终老，只待长张怀之辰，万花中才知道半路杀出呀呀呀！
陪伴，使我们别两党总添了武汉风光，特别是找拍卖姑娘，更是热闹上街，充满故人啊！妈，可是这次的玫瑰咋水哦？这比起来呀，还是我们松林当姑娘温文秀丽，真正的点点的像着故事嘛，啥东西哟？黑啥？有个叫安福的秀才，在指定一片，你指定终身里，眼见就算真配得起牡丹，真是此地妄想。哎，这女人嘛，就应该像草姑娘那样的咋睡的好，哎，这有味道呢。草姑娘，我想你都快想死了。好，那我先敬你3杯，为你相思之苦。一缕春风不分明，3杯玫瑰呀，结风光。夜深方上心却伤，此刻清君离场。我送你进去，等到水都爽了，你怎么还好理我啊？但等酸人红酥啊谁？我来做的自难他。专门不来款你，我要好好敬你一杯啊！结君仙上官照，小人为谁别唱？姑娘们，唱起歌来，跳起舞来，这可为大爷好好搂一搂啊！金杯鸟站最流连，一幕一幕美金花，风花雪月在一旁。心在我此欢畅，你的一个为。在这慌张之中，多的只是同仇逢争、虚伪。唉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知心的人呐！独自心早经无处不知啊悲，今已难走比离呀退，便衣美女四次
小得多，真为自古看他们多才华，难珍贵，好人品换不得无三年，3年艰苦练万斤粮，到如今恰一船大义修才。他功名心愿查来财，我老百姓金花水空杯。妹妹长弟，我现在总有高中之人，你们总有花好月圆之时。谁呀？是指望冲着上。我的眼睛没打开，啥是问题？九天还要照顾就花千百呀多，不尽美两姊妹，心愿已马最难得，恨不能一日永在回。此地闹谁做什么？大人，每位3月3啊，你村里的姑娘们才是10年10里，你聪明了。这2个美人就是汴梁人大名鼎鼎的上海苏银子，名花里个名媛在，梨花寂寞空墙。